浪，成败万正论英雄。起起落落当作英雄，历尽了沧桑，意志愈坚强。落魄免悲伤，小子啊，嘛会变英雄。变化无常，有时屠杀的环境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。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啊，风云再起，风云再起，男儿立志赌着一口气，啊，失败无算什么，啊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感谢天公伯，跟我好心援我，就算讲我即摆是死命的冤家。妈，只要你别讲我误嘛就好。你都叫为妈妈死，妈妈哪个会怨恨你？妈，我对不起你。记住好吗？是妈妈的好好心。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是就对啊啦。啊，我这场的苦肉计，化解你母仔囝的性格。互你母囝真情相见，无枉费爸爸的苦心。爸，多谢你爸。戆囡仔咧，你是我的囝，说什么多谢啦？玉芬，是的啦。拄则我甲吴忠南是安尼做，莫咱若看到金庸勇敢着替你死的这款的感动的场面呢。阿兄，我你辛苦。头家，安尼讲，好甲在伊设计了真好，伊若无，我嘛毋知要对倒位下手。好啊啦，玉芬，莫生气啊。爸，你若知影，我想要替妈死。对你出事，是我一手甲你车用大汉的，我真了解你。同款的，我嘛真了解恁妈妈，所以恁两个伫不知不觉中，就真自然表现出母子的亲情。爸，多谢你，我生过来的石头，总算放下，而且我嘛得到妈妈的原谅。也毋过，真可惜你妈妈也无法度真正了解我。爸，爸，你即摆是咧创啥的啦？这个家我肯带袂记，我要离开。妈，咱一球伙真无简单才团圆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不管是什么所在，拢比这较好。玉芬，你是阁想要回去林天生的身躯变身？妈，林天生即摆是伫咧毒头，是一个匪。你讲要去找伊，对伊食苦。欠你亲生阿伯林天生伤济啊！伊今仔日变甲安尼，拢是我害。就算讲对伊食苦，我嘛甘愿。也无安尼死。
你欠我的，林天生欠我的，要安怎算？我，你是安怎欠我？当年你巴肚内面有林天生的囡仔，你骗我带你，总之这外年的乌亏，串通林天生，将我规家伙啊、地伙拢骗了了，就连我一手抚养大汉的囡仔也抢去。家爷，你是要来骗我？哦，这代志拢过去，你就莫搁讲啊。好啊，这是我跟你妈妈的代志，你免插嘴。你讲啊，要怎样骗啊？你自头到脚，倒一项小买互你的，你一世人拢还袂清。妈，这内底是我写好的照顾，写甲清清楚楚，我阁欠你一条命。你若欢喜，随时你拢当来转去。若是为了必要，我会家己动手，绝对袂互你负任何的法律责任。杨玉芬，这石头，我第20多年拢来烧啊！你的心竟然比石头更加冷，更加甜。我若阁唔离开，会去互你干叫惊死。金玉芬，是安怎林天生等你一摆过一摆，为着伊来离开我？第一遍我离开你的时阵，迄是我家己心虚，完全是为着要保存我家己的性命。但这遍我离开，那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良心，我早到心安理得，所以要离开你。有啊，你走啊！你对伊走，只敢若死路一条。你唔通怪我，无警告你。爸，行，快走！妈，莫搁顾忌。我哪不是顾忌？金条，我嘛是良心发现。也到你目睭也较挺较大蕊，看好详细。迄个你常常久久叫爸爸，到底是啥物款的人？伊是一个好人，只是伊是真心对待我。你是安那无了解伊？你还讲少岁，你袂了解，伊是一个伪君子。你一定是叫林先生洗脑，你还看好清楚啊！妈，妈，金良，莫睬伊。欧兄，唔免等啊，尔辛苦，出来了。夫人，歹势啊！我甲你也无冤无仇，恁哪就为难我？我是受命令，我要来找林天生。欧兄，过去天生是哪对待你的？你敢有想过？夫人，当初时啊，你嘛是串通阿凤，甲我来晚辈写借上。甘讲夫人，你也去学背。过去的周玉芬已经死，今摆的我要退台湾重新做人。那是恁兜的代志。严姑啊，我要互你知影，金万山即马是我的主人，尤其金万山甲萧少松，因两人是冤家时对头。人情那一算，值得好相看。欧兄，你也为你家己留一条后。你看卖我的下场是啥物？当初时，我掠准讲甲两个红线拢落喺手头的，安尼对我是上有利。结果咧，迄两个查甫人差一点仔就甲我害死。讲来讲去，我只不过是查甫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尔。我想你嘛差不多，
等你互利用完啊，都无价值。利用啥？人我后上出来社会走掉遐尔啊久啊，该安怎做，我心肝来有算。你若要地，你就做你地。也毋过，我绝对袂引你去找天星。夫人，我要甲你讲，你毋通看见金万山，伊等到要找社长送，伊袂敢叫我湖上一个人伫做，所以我也是要劝你，你好好倒转做你的金夫人，莫小想要搁对社长送，也若无，死到你一定死到真歹看。欧兄，我嘛要请你替我转告金万山，伊若要报复，就连我做阵报复。即马我的命甲天性力量斗阵，就算是要死，我嘛要死做伙。敢讲伊真是改邪归正。杜生，只有伊顺利走出去。真好，有智慧。听讲，他老嘛问志强救走，是七号安排吗？我无想要留这条命，互金万山伊爸仔囝摕去为遐头路，变会哭出骂骂。杜生，我实在真不好。假使你若不是为着我来台湾，都袂安怎？都袂来陪你自杀是？为着我家己的查某囝自杀，我无啥物遗憾，嘛要有金万山爸仔囝看咱医刀卡索骨的精神，会使卡的。咱医刀卡索骨，无管是查甫查某，要死嘛爱死了有尊严。我袂阁哭，我袂阁流一滴目屎。Yes， 有个后世人再来做爸仔囝。好杜生。吴先生，走。你这个反面无情、不忠不义的背骨囡仔，对我切巴进前，你都要先死！我性命无够惜，啊，不过恁两个千万唔通切腹自杀，因为伊都家族也阁需要吴志祥领导啊。你老早就唔是伊都卡索过的人啊！你无资格让我讲这款话。我知影恁一定袂相信我，啊，不过恁真正是我一世人上亲的亲人，死对我来讲并无啥物，我还阁有伊都家族的精神伫咧。你即摆安尼讲是要骗啥？永远是我做你的地图，黄昏再起。我还阁有伊都家族的精神伫咧。你即摆安尼讲是要骗啥？卡桑，
讲白惨，就亲像一只手同款。无论安怎，请恁给我几工仔时间，我一定会给恁一个交代。假使我若做袂到，我会伫恁的面头前切腹下水，因为我永远拢是伊岛家族的一份子。我至少要甲我教过，死嘛要死到有尊严。我知影恁即嘛真委屈，不过请恁一定要忍耐落去，给我一寡时间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我药啊！我药啊！师兄，听药啊，拢是毒品，你别来去做啊！真的。都是好干的啦！哎，这毒糖你叫你验毒啦！你敢犯规啦？我都敢靠呀！你别走啊！我要去找金万山、金明，我药啊！我敢犯规啊！你不要去啦！你这其实是丧志，你知无？我。比起公啊艰苦，你知无？不走啦，你敢放回来？多少？像多少？多少油啊？我们多少？我叫油啊！我叫油啊！我叫油啊！你这边冲下！你冲下！天仙，你是有多想领什么呀？你这家人，你无心，你甘愿了哈？我专门走来这，这毒药给你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我地盘，你家己大了，你试看卖。你当了伊在小小你什么？你是美沙酮。美沙酮是什么款的毒药？你想法真有够用啊！伊多少就是你客病哦，你安尼对待你敢是人哈？行，来警察局。大姐，台北上一下，行啦。大姐来啦！你肯定进来。无你看，是你冤枉伊啊！是哦，你讲你相信伊哦？你过去吼，交跟这有多了。我相信伊啊！你家这个病是伊帮我走的。你真正愿意相信？我较早是唔相信，不过我即摆相信嘛。伊也是我迄个有情有义的逆将。对啊，你拄则讲的美沙酮是啥物啊？美沙酮会用暂时减轻毒品发作的痛苦，是戒毒所用来戒毒的药品。我是真无简单，才靠关系去摕来，互阮岛上戒毒。你哪唔较早讲的啊？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真歹势，互恁大家为我伫烦恼。中义啊，我就是我亲手请用大汉的客囝，来甲金万山因联合起来反背我。多少？斯密马塞，是我令你不足，害你受苦。你要戒毒，阁有一段真长的路爱行。趁你即摆冷静落来，我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要甲恁大家参详。药粉真是安尼讲，无唔对。伊讲伊甲林定生生死拢要做伙，唔管头家你使啥物怪招，绝对拢无法度通将伊两跳不开。哼，这个唔知好歹的贱草人，真正是有福唔知享受。好啊，我就成全伊，叫伊甲林天生两个人生不如死。爸，你是莫生气。这个林天生伊有目肚，即马是一个废的，已经毋是咱的对手。我颠倒伫烦恼是约克甲老小长，因若是为日本成功做调人来，咱就有麻烦。这哦，哪有啥物通好惊的啦？反正伊爸仔囝即摆伫咱的手头，归去啦，咱就先下手为强，甲伊做掉。
吴上大个，这件代志就交予你来处理，爱会记咧，爱做啊真清气。无问题。小等下，我看这件代志还是交予民警去处理就好啊。啥？我？安怎？有意见是哦？无啦，会当替丈人爸做代志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我哪敢有啥物意见？这声真正是害人害到家己啊！民警啊，既然爸爸已经决定，你也唔赶紧去做。是，丈人爸，多我社长，我先来去。好笑，你去看卖咧，好看讲是伊，看伊是毋是将代志处理得真好势。爸，乌上是乌社会，做这款的代志上来啊，谁哪要叫江民进去做？江民正这个人真干巧，若是互伊一支楼梯，伊就顺势爬出咱的头壳顶。即马我是要断伊的后路，叫伊家己挖坑家己跳，以后要控制伊，加就简单啦。爸，你的智慧甲你的眼光，我实在足佩服你。我相信咱爸仔囝联手一定甲古堡一条发扬光大，甲咱的敌人全部拢消灭。金瑶，你是若想的敢干安尼尔？你是若讲有其他的理想甲抱负，敢无真正想要做的代志？金瑶啊，我知影你心原来一直真寂寞，你直希望讲真正有人来爱伊，来疼惜你。你对心爱的婚有偌深，你爱伊就偌深，对。也搁有，你对棒球的理想，自细汉到即马，你连食困，拢将棒球地甲调。若毋是你的手去受伤，我相信即马你上较毋忙的，是咱徛伫球场投球，接受观众的欢呼甲掌声，对无？这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回头。我即马干安尼向前看。谁讲过去的就袂当回头？只要你有信心，你就有希望。爸，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？金瑶，你若是正手着伤，爱用该用倒手来投球，就算讲你无法度投球，你也有宝贵的经验甲技术，会用个教予后辈。所以，爸爸决心要继续支持棒球，替你找回来以前的公益甲信心。到迄个时阵，你想要伫啥，敢讲会得袂到？就算是心爱，爸爸会甲你斗相共，将伊找回来你的身躯边。爸，你对我真正足好个，我这世人有你这款的爸爸，实在是我上大的福气。我一定用我的性命，好好来报答你。金瑶，你讲这什么话？只要你行在我爸爸身躯边，咱联合起来，对付咱共同的敌人，这就是对爸爸上好的报答。以后咱爸仔共心，我相信无人要跳伞咱爸仔的感情。洒破，永远是我做。你咧地风云再起。
你摕这个菜来要创啥物？是头家甲社长派我来，要来替伊度老社长，还有约炮大小姐送别。容易，你看我准备这酒菜吼，做因爸仔囝最后一顿，应该是袂失礼数。有空。我甲你嘛是啦，会当甲有倒上做阵，我死无遗憾。我倒上，感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，有空后世人才来报答你。我岛上一世人对不起你，后世人再来报偿你，袂顾你受到伤害。我倒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恁两个爸仔囝有啥物话哦，甲九泉地下才搁讲啦。物件紧食食的，较免死哦做一个妖怪，搁伫咧有头尾面头前哦，讲我甲恁苦斗。其实哦，你嘛知影啦，我是一个听别人做代志的人，我所做一切哦，拢是不得已的啦。因若死后哦，要掠交替，要认着人呢，恁还去找迄金万山甲金庸两个爸仔囝，千万莫来找我哦。最糟糕，佫会当做甲像你这款讲话遮尔大班，唔知影见识。这个世间中，恐惊只有你一个人。这哦，你就唔知啊。我自细汉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，真无简单，才认到一个有钱的老爸。要么结果，伊竟然去互害死。为迄时阵，我就决定啊，不管用任何的手段，只要到手的命，我是绝对袂放。反正我这世人哦，嘛无法度做一个天下第一的忠义之士啦。不如哦，退一步，做一个天下第一的少年，这嘛是真好的选择啊！你讲对无？来食物件啦，紧嘞，紧，来。先生，卡莎，紧拄仔行，紧啊！等下有人来，咱就行袂出去啊！你到即摆搁咧变啥把戏？卡莎，请你相信，我是真心要传恁离开这的啦。对一个不忠不好、不仁不义的人，我敢搁会当相信你？卡莎，我真正安尼对待你，真正是不得已的。我即摆无时间甲两位解释，请恁紧拄仔行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我相信你的本性甲尊严。这边讲。容易，想袂到讲反背这正是你，这是头家甲社长上的意思，要爱你受，你就唔好怪我。下跪！向他腿头趴下！别住手！社长，已经自动检查了陷阱啊！先生，你两个咧艰苦的是，不要紧无？不要紧，玉芬啊，我已经是一个无希望的人。天生，你莫安尼讲啊！玉芬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家己身体我家己知啦。不过，我一定要记录到一片，我亏欠的伤多，较老
一定要当面为回这个实的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支持甲建议一面。听你讲了对，咱来做也袂伤我，你要支持落去哦。我知影我已经念着抖音啊，手机发作的时阵，我嘛唔知影我是不是支持会过。你莫讲遐歹计条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支持会过，吼。七号，较早较智障的。我伫咧外口等规晡拢等无人，你这样手机还佫敲袂通呢。中医即摆又搁受到万山的控制，即摆甲所有希望我寄托伊的身上，万一伊只是来应付的，安尼。我相信伊啦，伊去帮助岛上解毒，就一定会甲志强甲卡上救出来。不过这关系着恁岛上甲恁志强两条命呢。有啊，中医是咱唯一的希望，咱已经无什么好选择啊。我相信中医一定会记得，要靠当年无惜家己的性命，保全伊一条活路，伊一定会还这份情的。一切拢过去啊！即嘛毋是讲想对想唔对的时阵。我也是希望会当听到你亲嘴，讲你原谅我。我拢讲过去啊，就表示我原谅你。多谢你。好，多谢，我知影。咱回来走，金万山一定早就派人就地机场等咱来。我已经练好时阵，送你离开台湾。中医说得真对，坐时阵比较较安全。七号，你嘛走一走。我无爱啦，我要留落陪岛上。七号，你一定要离开。岛上希望你平平安安，以后会当替岛上来照顾恁卡上。了解。这是咱伊岛家族银行小号的密码，即摆拢交互你。永远是我做在一起。这是咱伊岛家族银行小号的密码，即摆拢交互你。我也问，头路唔敢袂记你对我的温情，即摆将所有的一切拢献予伊岛家族。以后我袂阁拖累新农组，袂阁再过问江湖事。我知影即摆反悔已经上办了，也毋过总讲一句，真多谢欧亚文为我所做的一切。其实我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了佑国。即马嘛应该有一个结束啊，佑国，咱来走。
全大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！好，多谢。紧！哎不，紧行。大事に。こちらこそ。お父さん、等来走。卡桑，你买保重。你们赶快。准备，咱一起走。谢林。你讲，我拢还没甲你说多谢。是啊，我嘛有一句话，拢无对你讲。我知影。我若是即马无讲，就永远无机会啊！你莫讲歹结掉的话啊！你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赶快这段日子。笑，你阁会关心我？我当然嘛会关心你啊！所以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平平安安无代志转来。会，我一定会。笑，我想要讲的是，干啥紧下马虎啊？姐，紧就船。靠桑，我想要留落陪倒桑，伊煞有人照顾啊。笑，岛上有我照顾，你先走。靠桑，我敢有面留落陪倒桑？是哦，紧对恁较早离开，唔通留遮。啊，不过我真想要你留落来，随时咱有性命危险，我就走袂开卡。笑，我拜托你紧就船，无就袂赴啊啦。我无爱啦。是哦，听中医的话，紧走。这路选择。兄弟。立正！一个人，没下去没事。天星，你想做了，天星。师兄，你先离开这紧。高长，师兄，师兄，你看见吗？警察已經來啊！警察已經來啊！應該叫救護車救你，你沒事啊！你又別講啦！你拄仔答應我，你好好話咧！拜託你，你別講話啊！你別個講話啊！我起来。
死啊！你着靠警方处理，要无即摆你爸爸的动机我发作啊！警方来到，一定把你掠走去。一定要来走。 不管你人都袂听，你嘛就爱忍。甘愿不要强硬命，白白牺牲是？跳起！我的后生，我的后生，应该是我，唔是伊啊！中义。我操！我叫你讲，你一直在忍耐啊！是啊，我多少挡袂掉，多少挡袂掉。你这摆面大变怎啦？感冒过啦！伊在想想，你伫遐度过戒毒上困难的72小时。万一你若无法度忍受的，万一无得忍受，伊就有可能一世人永远无得脱离毒品的控制。袂用啊！你绝对袂用的，多少？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啊，多少？我做功课，我做功课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今仔拍下这条证据，我会陪你做你走过毒品的唯一啊！放开啦！你这是要做啥？我要甲恁斗阵，做你排房间72小时，但你总是来较冷静啊，我才会甲放。哎呦！阿老爸，等下出去甲门关锁吼，无论我是啥物代志，拢不准开，知影无？自杀破宁愿是我做。无论这3天有偌艰苦，我拢陪你斗阵过。笑啦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敢放开！敢放开！敢放开啦！敢放开啦！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有厉害无？啊！哎呦啊！我这间厝要拆掉啦！多少？你要忍耐，你一定要忍耐。哎呦啊！你莫讲难听，忍耐啊，天心。我挡袂掉啦，我不管啦。哎呦啊！紧，哎呦啊！天心，你一定做得到，你一定做得到。你想看卖啊？你当初去日本的时阵，你是安怎敢活下来？天心，你搁想看吗？你当然为着当活等20几年啊！感觉你袂用为着戒毒，你哪会敢相信？哪讲啥讲？要是1分钟我也挡袂掉。我已经无啥物坚持啊！花油啊，花油啊！你规矩放弃我，紧花油！规矩我袂放弃你，天心。我从来都唔捌回报过你对我的爱，佮对我的等待。这摆，我一定要甲你为黑暗中救出来。我绝对唔放弃，我唔放弃。天心，你家己万万唔通放弃，好无天心？无啥，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我嘛唔知啊。这应该是好消息，这就代表恁岛上如果度过一遍毒品发作的痛苦。那安尼，搁要经过偌济摆，遮尔啊可怕的痛苦。至少要度过72小时，恁岛上才有希望能制止毒品。天仙，你清醒啊？你若后悔，是不是我伤害你？
这上不要紧啊，不过我建议你，你搁战胜另外一边的发作。我是无可能战胜这道阮的，我嘛无希望道阮发作时搁来伤害你，玉芬，你去放弃啦。无用的，我若放弃，就等于宣布我失败啊。但是，咱一定要赢，袂用失败。但是，咱搁要斗阵挽回咱金荣啊！迄个囡仔虽然得到伊想要得到的，也毋过伊却失去伊的灵魂。咱要做阵救起咱金荣的灵魂。金荣，是我带伊行这条黑暗的路，是我带到伊的欲望。我才是真正的凶手，玉芬，是我亲手毁掉咱的后生，你知无？你莫安尼讲，我这做妈妈嘛有责任。我若想起我过去所做的罪过，我感觉我根本就无资格搁活落去。不过我若受到金荣，我就一直甲我家己讲，我一定要甲金荣。为金钱甲欲望内底甲救出来，因为这是我这个做妈妈的责任，也是你的责任，这是咱做爸母的人共同的责任。但是，你一定要忍耐，你一定要珍惜这苦的毒品，因为你挽回伊，伊会伤害你，想要夺走你的意志。所以你一定要战胜伊，你一定叫我忍耐，知无？等下，我还有，少，少，你若困伫遮，去眠床休困。我无法度陪一个倒上身躯机，至少我应带一个门外陪伊啊。哼！你今日互药库，甲伊老爸夺走，你家己讲，我要安怎来处理你？我看啊，你啊先把命寄伫我遮啦。爸，你是烦恼药库带日本想工作的人来共报复啥？一定爱谨慎，任何代志拢可能会发生。人讲你是土地公的饲无假啦，就算讲想工作搁较厉害，枪支歹来遮嘛冷去。颠倒有一寡人爱先家己除掉，较免阻挡咱成功的路。你讲的是啥？黄志强，伊是咱上大的敌人，咱绝对袂能互伊有任何的机会。伊哦，我早就想好要安怎来对付伊。啥工安尼？我希望门拍开了后，就会当看到阮岛上再生毒品啊！我相信恁岛上一定会。我希望是安尼啦。阿姨，我来替恁岛上倒牛奶。岛上，你呀，你这生毒品啊！是哦。岛上，伊就谢少，由于你这是毒品。对啦，你已经脱过啊。
你应该多谢的是你家己啊，是你家己讲你的意志力战胜毒品。这么多月来，我也冇回报过你啥物啊。这边我真欢喜有这个机会，替你做一寡代志。伊个社长拄解毒成功，身体还阁真虚，需要调养。我看咱大家就先到阮兜去大一站啊。要讲你的手，嘛应该互医生看一下。我手有一点仔伤也袂要紧啊。阿姆，你先走。阿姆，伊就是三暝三日啊，为着要照顾我，拢无困受过忝。对吧？咱先送阿姆来病院，是哦。你先带伊到社长去阮兜休困。好。先生。对吧？啊，莫哪？无代志啊。医生讲哦，阿姆是睡眠不足，受过操劳，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我就知啊，好人就受好报啦。也是讲伊吼，到底是好人还歹人啊？不管安怎讲，这边好家在阿姆伫，也若无遇到社长，恐惊这世人拢无得脱离毒品控制。对吧？卡一个电话互七哦，较免个烦恼。喂，姐哦，阿姆即摆袂要紧啊，小等下，之前要甲你讲话吼。七哦，伊到社长拄解毒，身体还阁真虚，一定要加休困哦。啊对啦，若是厝内底无物件通好食，你就去巷口7-11买一物件来食。几落工无看到彭志强，所伫迄只拄着伊，感觉这是天意。彭志强啊！江姐，你为什么创啥？你袂使甲咱摸壁尾的呢，啊，瞬间就出来。你咧群众问谁？我唔免亲身出马啦。我迄丈人爸哦，早就派人干一个一记一动。就算讲哦，你是会当72名的孙悟空，嘛逃袂过伊如来佛的手中心。伊只是病大出手尔。台湾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你上我莫欺欺妄动，也若无违法的人一定会出局。无唔对，你出局 out， 对吧？咱来走。好，等者，这是要安怎啦？方先生，其实我一摆来找你，是因为阮大哥想要见你。敢讲你无想要甲你的老朋友见一下面？啊，金阳就金阳啊，做老朋友。志强哦，无这种无话无目屎的朋友啦。对吧？洪志强，我知影你是要当丈母，也毋过为即摆调大档，嘛需要一段时间。敢讲你无想要趁这个机会去看大哥啊练球？今要开始投球啊！志强，因这种刚巧的人哦，所讲的话来食啊，较好势就会食，卖菜。好，我缀你。志强，你安尼叫面你就唔知啦，莫啦莫去啦。对吧？你放心，我袂有代志。阿姆拜托你照顾。哪有人要我过来啦？ふるさとは永遠是我做的离去。小丁，王志强来啊！伊又开始投票啊！彭志强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要一直甲我作对？我嘛想过要甲任何人作对。假说你想要找我冤家，真歹势，我有代志要想离开啊。等者。
我社长话还未讲完，你是要去倒？黄志强，你帮助七哦救走伊到头路，这就是甲我作对。我救的迄个人是你亲生爸爸。安尼你救走约克，还有老社长，你是不是要两个因来对付？你的恩怨我无兴趣知影，我只是无希望善良的人受到任何伤害。黄志强，你当时遮尔甲我讲话，因是无相，假使因是善良人，天下敢就无歹人啦。较早，因开始做过真侪歹代志，伤害过真侪人。要么即摆因有心要悔改，我当然尽我一切力量帮助因重新做人。金苗，你妈妈即摆当咧帮助你的亲生爸爸戒毒，因虽然过得真落魄，也毋过因有较早无的迄种平静，因为即摆改过自新，想要做一个好人。我相信你嘛做会到。黄志强，我上万问就是这点。你廖总讲你是正义之士，逐讲咧会咧管别人的事，我甲你警告，春秋我这款有钱有势的人，照都操控一切，控制别人生死。假使你选择做爱敌人，我会互你心不如死。我嘛尽量警告你，在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，无人会当控制别人的生死。金苗，即摆的你，我感觉真可怜。你若是继续沉迷伫权力的斗争，用你的烧火心看待你身躯边每一个人，早晚你会失去一切，最后只剩一个神主牌。黄志强，我会用我的权势来对付你，最后我来送你一块神主牌啊！金元已经彻底走火入魔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可肯伊回头？阿弥陀佛，彭先生，我已经等你足久啊。请问你是？我是新厝，是为着心爱来找你。心爱？你知伊伫倒位？你知影心爱伫倒位？我拜托你，请甲我讲心爱伫倒位，请甲我讲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师傅。拜托，关心这乱，我袂见过。是的，看起来你是真正关心心爱。我即摆就带你去找伊。多谢。师傅，你等来啊！你有人客哦？你是？手术都袂好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甲志强找来。你走，我拜托你，你走好不好？是吧？你是安怎要这尔自私？是安怎？你若说你比连下，我都找袂到你啊！我都袂烦恼你，也袂受了心。你敢知影？我找你找到要起笑，我烦恼你目睭看袂到这个人是要安怎生活。你知我敢讲哦？都是我自私，都是我无爱体谅。我拜托你，你马上离开，你离开，我等
手术费用，我会想办法，你帮我多拼好不好？你是知影啥？脑瘤不是普通的病，那是真歹医治的，遐该足济钱，你知影无？就算我倾家荡产，我嘛一定要甲你治好。志强，你认真现实，就算你有这个心，不过你即马是有偌济钱会当浪费在我身上啊！钱的代志我会想办法，你替我来陪伊，其他的我一定想办法。你现在就是听无，我敢袂死，我嘛无可能拖累你啊！我绝对袂让你死。心爱，即摆我已经找到你啦，不管你肯还是唔肯，我一定要送你来陪。你唔歹讲啊嘛，志强，手术若开落去，遐开钱，那是无底限的，我无可能答应你，我无可能甲你去陪，你甲我放弃，我无可能答应你。心爱，心爱，心爱。雨伞破啊，永远是我做的你。12号陈阿春。心爱，新主师傅陪你在休困一下，我来办大爷手续。彭志强，你哪伫遮？怎？我敢袂咧来上，我还是来救心爱。心爱的代志，免你操烦。彭志强啊，以你即摆能力，你根本无法度负担心爱医药费。我相信，只要有心，啥物代志拢做会成。有心，但你卖水果是咱赚偌济钱啊？我是会惊心爱恐惊等袂赴，你赚有够钱。我也是有听医生讲，春秋心爱这款的脑瘤，开刀了后，搁发作的机会真悬。伫美国有一种新的药啊，食过了后效果真好。啊，毋过干那食这款药啊，一个月才开几60万，你敢有法度负担？唉，阮心爱吼，真正是爱唔着人啊！伫上需要紧急救命时阵，伊上爱的人竟然无能为力。较所以呢，选社长，阮社长会当替伊安排上好的病房，并且看好24点钟来甲伊照顾。安尼哦，伊唔但会当恢复健康，阁会当享受富贵的生活。彭志强啊，他心爱为着你牺牲一切，敢讲你认为伊为你食苦，食了够无够济上？你家己要过苦日子，迄是你的代志。但我是绝对无可能，互心爱对你去食苦，甚至伊为你牺牲性命。原来金庸对心爱是真心的，敢问我真是要因为我一时的固执，去耽误着心爱治疗的时机？彭志强，我看你也是赶紧退出啦，莫搁甲心爱低调调啦。安尼心爱的厄运哦，才会紧结束。金明，你敢不敢保证，会当互心爱上好的治疗、上好的照顾？我对心爱感情是无需要保证的，我一定会互伊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只要你肯对待心爱，付出真心，就亲像较早同款你遐尔爱伊。我愿意为即摆开始，甲心爱划清界线。彭志强，这是你讲的哦。以后心爱就是你的一个。
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袂当推卸这一切。这你免烦恼啦，等我讲的甲绝对做会到。为着要互心爱心甘情愿，这是我替伊安排的治疗。你必须要甲我签一条契约。 我放弃心爱，你就要帮助我成立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。你愿意放弃心爱，我当然嘛爱表示我的心意。我唔请，你即摆甲我听清楚，我会放弃心爱，是要成全你对心爱的感情。也搁心爱是人，伊唔是物件，你袂当甲伊当作是交我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这个理想的条件。王志强。 你应该真清楚心爱的个性，若是无安尼写互伊看，伊是无可能对你死心。伊若是无对你死心，伊就无可能会配合阮社长的医疗安排。伊若是唔肯配合，伊哪有机会恢复健康呢？罗志强，心爱的病情随时拢可能恶化，伊的性命完全在你意念之间。我是因为要替伊治疗，我才来甲你讲这个条件。 而且，这完成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是你甲心爱的理想。我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来替心爱做一寡代志。其实，你唔免这么坚持。假使你会当遵守这个约束，我讲的代志，绝对会做到到。假使我继续坚持落去，心爱一定为了要替我完成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的理想，耽误治疗的时间。无条件，我会当利用这个约束。 互心爱接受上好的治疗，嘛趁这个机会，救起金阳对棒球的热情。两项代志拢最重要啦。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根本必须要较重要。心内若知影这个代志哦，伊生活拢水啊，你知影无？心内先水，我嘛同款。假使讲，若是武良君会当消除你对阮的怨恨，那我甲田心会欢喜做感恩事。志强做小偷啊！志强伊起笑啊！伊为着3级棒球综合训练营，竟然无想，伊这是身份做小偷也无款呢。你若是甲我作对，我绝对袂手下留情。迷人的土桥，一双孤单的脚步，茫茫心情他乡路。因早有来苦酒，一脚行李是小无，伊个心情茫然度。 この涙行到这，悲伤不是人生的路途。徛在林下沙漠，无人熟悉夜半的有的路，想着过去的糊涂，才着行这条路。 无奈的离开，才知出去的错误。又在连写一路，站站起坐，终点是家务。呼噜沙托。